台南市会民进党团今日上午召开台南的市长、台湾的总统记者会，党内要讲派系成员拢出席，展现团结的气势，全力支持赖清德参选总统。同时强调台南大赢，台湾就赢。赖总统赖副总统从台南市出发，他的历练一直都在台南市从国民党国代到立委，到台南市的市长。那后来去当了行政院长，现任的副总统，那这一切都是以台南市民、台南市的市民做伊的后盾。赖副总统申请登记领表，那我想定于一尊是必然的了哈。那我想市长赖前市长在我们2014的时候，选举他的高票率就得到了接近73%。那台南市民对他有很大的期待跟期望那也希望说未来能够带领我们整个台湾这个国家到另一个不同的领域，那可以带领我们台湾人民来守护我们台湾，维持台海两岸的和平咱拢看到伊真用心伫咧建设咱的台南，现在重大的建设包含着咱会当看到南美馆，嘛是阁有咱的这个大台南会展中心还有如期未来也正在执行当中的，包含公益告迄个行政院去担任这个院长的职务，我们都看到赖清德非常疼惜台南。台南市是赖清德的本命区，也毋过也会面临着各种挑战。台南市民进党团将会是第一道防线，未来若是有任何的攻击，党团将会马上做出正确回应。台南的市长，台湾的总统，挺台湾。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